大家好，Kevin 老师又来嘞，又要继续你的派对有氧。今晡日要锻炼的地方，因为哪一片呢？蝴蝶袖，替等于脑的蝴蝶袖，今晡日我来消灭它。做得嘛？好，手放起来，现在向下来跳，向下来消灭蝴蝶袖。来踏步来。踏并步还记得吗？右左左右右左左右右左右左。好，右边走2步，2步，6、3、7、1、6、3、7、1、6、3、7，大腿，踏起来，夹咧。2步，2步，然后，好来踏步，好你喺腳嘅，過來，慢啲2步，1、6、3、7、1、6、3、7，彎下來，1、6、3、7，速過，順雙臂。1、6、3、7、1、6、3、7。多一摆手。來踏並踏並。做得冇？要睇到冇？你要做腳嘅哦。來，4拍準備，ready go，腳嘅。變。拳頭往上。擺咗，等我來踏步踏步，好啦，腳骨打開踏步，來行到條線打開，後腿踏起來，打開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後腿，2人都 V 字步，踏起來。大開，踏起來，大開2步，2，踏起來，大開2步，開，踏起來，開合，V 字步，後腿，V 字步而且手坐下來，放起來，坐下來，放起來。做得嘛？好，出國搞落來咯。出國，用技術，當背下背，當背下背，當背下背。要睇到冇？出國啦！上背下背，好了，繼續。大家有打過毛線嗎？以前有打毛線嗎？還有這段時間打毛線，棒，打毛線。打毛線。
完。好，来踏步踏步，从头开始，行两步，棒棒棒棒，舒服，顺从了。走一百 ，V 字步，打毛线，呵呵，他 get 来，打毛线 get 来，转，蝴蝶袖，蝴蝶袖，好，来踏并步。踏并步。漂亮哈，棒棒棒，来龙马开，小马跳。小马跳。好，来踏并步。你下跳前打毛线还記得冇？你下打毛線我夾嘅，1、2、3，降杯，拍手，拍，1、2、3，3圈，跳起來，跳。小马跳，画圈，来踏并，收到吗？跳起来，转3圈 V 字步开始 V， 哎，蝴蝶袖。转，对拜，小马跳，快的，跳，棒。2半，好来踏并，收到冇？哦，我哋幫腳啊，幫左腳。哎，有氧運動做2邊做會做到。哎，順從啊，蝴蝶袖。我出力，手脚往前 V 字步，画圈圈，左右，棒，好嘅，點位？結，點咧？結。小马跳 ，Tony。天空上会打毛线，棒，停。
拍2下，棒棒，转圈，踏并，可以可以哈。好，过来，行两步开始 ，Go， 哼。速度顺冲了，出力，出力，哎，等好，呵，呵。V 字步，左右，左右。过来，最拜。小马跳 ，1 2 3，1 2 3，棒棒。行两步。V 字步，打毛线，上分，下分，打毛线，过来过来，小马跳。台湾，棒棒棒，棒棒棒，都2百个。哦，踏并踏并，哦，这个转阳的嘛，哦，很阳哦，哦，速度无滴嘞，係嘛，有嘛？好，安尼強啊，還不會放鬆一下，吸氣。and 吐氣，過來吸氣 ，and 吐氣，過來張腳不用要條線，是不是後背坐下來，伸展一下小腿與大腿後背，舒服不用下來，過來彎腳，左腳，條線不用下來。腳跟放下來，手骨變到腳尖那邊，師傅走到後背。打開下來，右邊肩膀不用下來，眼睛看左上方。好了，彎片，左邊的肩條更好了，眼睛看右上方。好了，吸氣上，向用張數不用要表前，做出那種。把右手舉起來，往左邊拉。好，來彎數。好，來手肘。哎，三头肌两边蝴蝶袖，一提拉伸展一下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。好，今本日的蝴蝶袖课程就到这边嘞，谢谢大家。